咱海巡公布和美国合作，去年6月伫咧东沙岛南边海域调查载毒品的货船金冲龙，发现这船员想赶紧要把这毒品漂落海里，要来灭种。不过，咱的查缉人员是强硬上船，也是查到1300公斤的毒品，涉案的11个嫌犯也拢总羁押。出来，全部拢出来！海巡人员甲炸弹用火棒刷落来入去船顶检查，因为伫咧东沙岛南方120个海里的坦桑尼亚籍金冲龙货船，互要求入去船顶检查，不过拢无要回应，而且还有船员敢若甲底毒品的袋仔弹入去海底，已经大到就是塞满了整个我们船舱，然后还有浴室，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的嚣张。查缉人员伫咧内底发现53袋毒品，伫咧海面佫获到5袋毒品，发现是安非他命加 K 他命，拢总要13公斤。金冲龙货船也登去高雄港清查，检察官审问了后，船顶11个嫌犯拢互法院裁定羁押。所有司法单位从情收的收集到所有的布线追查，到最后的破获，都展现了高度合作，而且高度的效率。这件运毒案发生伫去年6月，原地美国缉毒局提供国际证据，提起咱台湾恐惊有货船涉嫌运输大量的毒品去台湾。美国的缉毒署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，它从源头锁定的情资，让我们可以在细密的情资的研判跟远端的监控开始。海巡署表示，台湾甲美国缉毒局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。2024年，台湾、美国伫咧2件下境走私案当中，就密切合作，显示台湾甲美国是亚洲反毒战略的朋友关系。一摆检、警、调、海巡下部会破案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到现场颁发加菜金，鼓励所有辛苦的人员，嘛展现咱台湾反毒的决心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